嚟㗎呢個。好大聲出埋我。示範一次啦咁。示範一次啦。我數1、2、3就掟啦。試掟啊！試掟嘅啫，依家1、2、3掟。慢咗一陣，俾咗大家。準備。1、2、3掟。嗱，今次進步好多啦，不過亦都有啲人嘅樣係唔見咗㗎。再嚟個，再嚟個。誒，大家拍埋少少，拍埋少少啦，唔該拍埋少少。嗱，我準備下，今次記住啊，個頭個面咧係望住呢邊㗎。呢個頭唔休息隻頭嚟啦。呢啲。OK， 準備1、2、3，咦，好好拖喎，再嚟個。唔好俾佢停。唔好俾佢停，爛得有機會俾你掟嘢啊！睇下，睇下。1、2、3，掟。哎，再嚟個，再執咗嚟，再。今次都好好多嘅。快啲！係咁噶啦，呢啲1000張得1張得嘅啫。差唔多。拍廣告都係咁拍嘅啫。係咁嘅。準備。好似好興奮咁啊！好興奮啊嘛！係啊。你知道你啦，企中間。咁嗰隻哇爛啦咁。好似先啊嘛。一次佢揾人講下笑先。你咁啊？多大啦你都可以。今次我哋轉換少少。1、2、3，掟！哇，好興奮喎，真係！嚟個好好多喎，原來個表情。但係記住啊，個頭唔好望上邊啊，個頭唔好望上邊啊。有佢去啦，你冇啫嘛，去啦咁啊。再嚟個。半貓。滿足晒你，隻兔仔。1、2、3。哎，掂啦，呢張最靚啦，唔使睇啦。